3部，算是第3集啦。第1集叫做等待圣诞节，阿嬷吼咧等囡仔回来过圣诞节。第2集叫做出乎意料的圣诞节，就是讲阿嬷等无囡仔，但是发生足侪美好的事情。第3集就是我们今天要演的，阿嬷看伊囡仔拢大汉啊，足欢喜的。到阮伫遮，其实这出戏就是咧讲，这30几年来，阮伫这段教会的经验，甲阮所经过的代志，现在马上要开始，欢迎你们慢慢的收看。那为了要互恁回忆者，我们现在有首部曲还有2部曲你们可以先来看一下，记得要安静，要不然你们声音会被录进去好，谢谢各位。今仔日阿嬷的子孙拢转来啊，阿嬷真欢喜，规工笑眯眯。因甲阿嬷分享今年发生趣味的代志。到暗时，因叫阿嬷做伙唱歌。耶稣降生伫马槽内，伊是人类的救主。遮尔伟大的君王，毋是爱出世伫风中来吗？感谢主，我的孙仔已经大汉，搁较巧啊！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耶稣降生伫甜蜜的马槽内，是上帝予咱上特别的祝福。感恩讲，每一个人拢会当接近耶稣。明白耶稣。荣耀归于真神，一生平安归人。有个好消息告诉你们，你们的救主主耶稣今天经历降生。你们要看见一个小婴孩拥有抱着，他在马槽里。无得惊，因为我报恁大欢喜的好消息。伫极悬的位应当归乎上帝，地球和平，伫伊所欢喜的人中间。今年迄个离家几啊年的后生，也是无回来。恳求主，因带带领伊，赏赐伊平安。今年上帝，予咱上好的礼物，就是安可转来啊！中天使天君保
37搬厝的土客主义，因为天气无好的关系，而且延后半小时，请大家伫座上休困。有上新的消息，阮会通知。感谢大家的配合。还能来得及回家吗？回家过圣诞节。我已经期待很久，要跟家人见面。讲啥？我有当听。你讲嘉宾会互人轻松？无毋对，若是无嘉宾哦，我阁真正毋知我无聊的大学生活要安怎过啦，就互我来慢慢甲你讲。My friend can tell you will change your destiny. Coff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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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ffee. Best I can see. Makes everything better, better. Coffee, oh, coffee. Best I can see. Better. The try and I know you're green. 你就啉看卖，你就知啊嘛。Coffee, coffee, coffee, coffee. Makes everything, makes everything better, make better. Coffee, oh, coffee, coffee. Makes everything, makes everything better. That's why I know you're free. 音乐嘞，我哪拢听无圣诞音乐？为什么？为什么？我还有那没下去，我已经迫不及待。为什么？为什么？我距太大，无法启程，家人们一定很失望。我决心尽还你的安眠。为什么？等下，我听到啊！我听到圣诞节美妙的歌声，你敢有听到？我有听到。我有听到。我的耳孔总算是听清楚啊！哇，真正是奇迹呢！总算工作差不多100位啊！这是帮哪里的新年吗？哪里？你看！注意要的圣诞节礼物，让我们一年所求所想，在耶稣基督里得着荣耀，直到万代，神成就大事照着我们心里所想。奇妙的圣诞节带来无比惊喜。彼此爱和恩典改变生命，圣诞节不再只是普通节日，圣诞节充满着盼望，改变生命的奇迹。这就是上帝赐给世人，这就是最宝贵的圣诞节礼物。只要你用心听，就会听到美妙的歌声。今年规年，我常常感觉孤单无伴，忧伤，互我听袂到圣诞节快乐的歌声。毋过上帝，互遮尔多人陪伴我，阁互我听到圣诞节的歌声，
今嘛我心内充满疼、平安甲喜乐。大家做伙来阮兜，甲我过平安夜吧。Yeah.
圣诞节的时阵，特别呢，到这个时阵，我就会想起足侪足幸福、佮足快乐的代志。啊，讲到这吼，咱来看我一本秘密的小本本。来，你看，这第一张就是我的大孙啊，伊吼若人生了悬佮缘投，啊吼佮善良，即马佮伫上好的大公司咧上班，做代志有条理，佮毋免事大操烦。啊，这第二张咧，就是我遐国外的孙仔转来，哦，一阵足大阵咧，伫我的庭院咧佚佗。我一惊我吼，伊拢冲过来叫我一声阿嬷啦。迄款的心情吼，真正是感觉足幸福。毋过，即几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因拢无法度转来，毋知影今年会有变化。我也是爱互我家己过一个快乐的圣诞节。Yourself a merry little Christmas, let your heart be light. Next year all our troubles will be out of sight. Have yourself a merry little Christmas, make the Yuletide gay. Next year all our troubles will be miles away. Once again as in olden days, happy golden days of yore. Faithful friend who are dear to us will be near to us once more. Someday soon we'll all be together if the fates allow. Until then we'll have to muddle through somehow. So have yourself a merry little Christmas now. Once again as in olden days, happy golden days of yore. Faithful friend who are dear to us will be near to us once more. Someday soon we all will be together if the fates allow. Until then we'll have to muddle through somehow. So have yourself a merry little Christmas now.今年我已經開學啦，唔知影因會轉來甲我做伙，若是袂當。大家好，我是阿嬷的大孙阿
成，恁敢会阁记得我？哦，谢谢恁啦。哎，看恁遮热情，我甲你讲一个秘密。去年的圣诞节，咱遮的孙要准备甲咱的阿嬷过圣诞节，但是伊唔知哦，拜托恁莫甲讲啊。哦，好，安尼我来敲电话，互我遐的小弟甲小妹。喂。阮甲恁讲，我今年圣诞节哦，有一个特别计划哦，恁紧转来啦！你，哎，听我讲，紧转来就对啦，安尼知无？好啦，拜拜啊，拜拜。哦，自从疫情了，我嘛是真久无看到我遐的小弟甲小妹，唔知伊即马对了怎？但是我今日甲大家分享一件代志，就是我一年吼365天上爱的就是圣诞节啦。啊，偌爱呢，用讲的，嘛唔知要安怎甲恁讲呢，安尼要安怎呢？啊，我想着，我晓讲，我用唱的就好啊。每个人都很喜欢圣诞佳节，每个人都期待这一天。哎，你讲倒来呢？每个人都很喜欢圣诞佳节，和朋友分享快乐喜悦。来吧，来到圣诞里，让大家知道这个好消息。来吧，来到圣诞里，今天有主耶稣诞生过的歌。齐聚一堂庆祝这个好消息，向世界传扬神的大爱。耶稣降生来给世人真平安，这是一生中最棒的祝福。来吧，来到圣诞里，让大家知道这个好消息。来吧。圣诞里，今夜救主耶稣诞生过的歌。大家一起来！来吧，来到圣诞里，让大家知道这个好消息。来吧，来到圣诞里，今夜救主耶稣诞生过。今夜救主耶稣诞生过的歌，我要传扬这个美好消息，一起来庆祝！真正是真久无看到大家啊！你哪会这么回来啦？哎呦，哎，恁看，咱遮的小弟小妹，大家拢大汉啊，水的愈水，缘投的愈来愈缘投，哦，真足欢喜的。好啦，甲你讲，我今年叫恁来，就是要甲你讲，我有一个计划。恁敢会记记哩？阮细汉的时阵，拢是阿嬷咧甲阮讲圣诞故事，嘿，对无？嘿，所以今年哦，我决定讲。换阮来演圣诞故事，互咱的阿嬷看，你敢要安怎咧？好，安尼啊，好好准备哦。阿姊，安尼我要怎演咧？哎，免惊啦，我拢是已经想好啊。恁三个去演好事，恁着演各样的人。依依，你去演开明星，咱着为阿嬷上爱讲的开明星的故事开始。紧来，准备啊，紧来！
个啦，等一个要带我去倒。嘿，看迄是柯明清呢。柯明清，柯明清哦，就是啊。我来讲啦。好啦，你讲啊。就是要带人看去耶稣。伊甲咱每一个孙仔，都爱亲像柯明清共款，有好的朋友。互别人为阮的身躯顶看见耶稣。真好，你拢会记。阿嬷，那安尼你就豆豆坐伫遮，看咱一互你看。哦。我是对东边来的，是一条足光的星带咱来的。古册有记载，柯明清所指的方向，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所降生的所在。阮三个博士今日来到这，拢有找到黄金、乳香、木药，就是要来朝拜这人类的救主耶稣。圣诞节是庆祝救主耶稣降生的节日。第二黑暗中的百姓，因来看见大光，上帝领领咱，想使伊的道成圣子耶稣来到这个世间，引带咱行往平安的道路。你那天实在是真甜呢！你看，你那天又搁大又搁光呢。是不是有大代志要发生啊？有记啊！我报恁大欢喜的好消息，大家人拢有份哦。因为今仔日，伫大阪的城已经为咱生一个拯救者，就是主基督。恁要看见一个婴仔用荷包困伫泽里，这个就是互恁做记号的。期待国家应互美丽的人，耶稣为着咱每一个人降生，因为上帝怜悯敬畏伊的人。伊永远听咱，要将平安归予伊所欢喜的人。耶稣基督出世伫卑微的马槽。是要互世上每一个人拢会使亲近伊。咱的心要尊主做大，既然是敬畏上帝的人，伊要怜悯因，直到万世代，愿荣光归予咱至高的上帝。Yeah.
你们都有好不？阿嬷，嗨，进来看，你进来看，哇，你看，今个圣诞树的人是啥？哇，你拢比阿嬷较悬啊！阿嬷每年要认袂出你啊嘞。想当初哦，伊拢只咧演小样，即马会当演三部书啊啦。哎呦，好佳哉吼，阁有生日呐，会当演小羊。赞，袂歹。啊，我真欢喜，我的囡仔拢回来啊！这是我上快乐的圣诞节。阿嬷，我甲你讲，等者阮教会啊，后壁阁有一个活动哦。啊，恁遮的朋友嘛拢会来参加呢。真的吗？系啊，我先去准备哦。好，我等你。真欢喜，这个囡仔拢回来啊！感谢上帝，保守我的家族。上帝实在是真疼爱。阿嬷，那安尼，等一下，你有要去教会参加圣诞节活动吗？当然爱去啊！昨咱教会去社区报佳音，真侪人拢在等咱向因报佳音。今仔日就要转来教会做伙庆祝圣诞节。那安尼，经过这武汉肺炎，教会有啥物变化吗？就甲上帝保守咱同款，上帝照顾每一个人。这个囡仔拢大汉啊！上帝真正是一个信实美好的上帝。深爱你，你的怜悯永不改变，每一天，你的恩手扶持我。清晨当我睁开双眼，直到我盼望，我要歌唱，神的良善荣美。
心是为我不灭，一生美好带我到永远，一切所有生命气息，我要唱生命良善荣美。
圣诞恭喜！真欢迎咱大家今仔日沿暗，甲阮做伙来过一个圣诞节前夕。圣诞节前夕的这个晚上，对于传统的教会来讲是一个很可贵，它叫做平安夜。意思就是出外所有的囡仔、亲人，拢倒来到阿嬷的厝。这毋是假的故事，这是2000年来伫教会拢安尼做修。这个故事是2000年前耶稣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变做阮德堂教会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今仔日阮所有参与这个为着咱来演出的，无论是大人、囡仔、上细汉的，其实是也未满4岁。这是阮的家庭的故事，对圣经2000年前的故事变做阮活生生伫阮一生内底的故事。阮只有一句话，我要甲各位朋友讲，欢迎恁甲阮做伙，天天都过圣诞节。因为圣诞节最重要不是只有12月25号，它是耶稣带来祝福，在每一天当中。祝福咱大家所有乡亲，新的一年信望爱，生活充满了信心，充满了盼望，充满了耶稣基督的爱。我们爱你们，欢迎您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谢谢。我
接下去我就是这个这灯夜市啊，吼，伫后面的场地欢迎大家做参加。